大家好，我係溫哥華地產經紀 Eric Ho。嗱，好多人唔知道咧，我係溫哥華東區 Killarney 區長大嘅。今日咧，我有新上盤喺呢間屋後邊咧，我哋通過23萬嘅裝修，全部新翻新，我哋一齊睇下啦。呢間獨立屋嘅亮點有好多。首先，佢係位於安靜嘅內街，而且呢條街係溫東裏面少有嘅闊街道，所以呢條街上面嘅屋佔地嘅大小通常都比溫哥華其他嘅標準地仲要大啲，有超過4000多平方英尺，而且係坐北向南。喺風水上嚟講，係我哋華人最受歡迎嘅朝向。前院同後院都好寬敞，前院有精心維護嘅綠化，每日返屋企又或者屋裏面向外睇自己嘅花園都好賞心悅目。後院係專門做咗水泥嘅平地，方便打理，而且呢間屋嘅四周都安裝咗精緻嘅 fence， 增加安全嘅同時亦都保留咗美觀。其次嘅係呢間獨立屋嘅格局設計非常之合理，6個睡房、4個衛生間、2個廚房分佈喺3層，地下室自己帶一個2個睡房、1個衛生間、1個廚房嘅獨立出入 legal suite。記住呢度係 legal suite， 係市政府嗰度已經登記咗攞到許可證嘅出租單位。咁對於呢個年代嘅獨立屋嚟講，其實係非常之少見嘅。3係採光好，依家我哋由主樓層開始睇，一打開道門，陽光照滿咗成個客廳。因為呢個客廳向南，基本上白天都會有直射嘅採光，而且天窗亦都會帶來更加多嘅陽光。衛生間亦都有額外嘅窗戶，通風採光都會非常之好。第四係佢值得一提嘅高端裝修，成間屋嘅室內裝修一共花咗差唔多30萬，地板、牆面、廚房、衛生間都進行晒升級。屋主係自用嘅升級，所以呢啲材料同埋款式都係精選嘅。燈具係屋主精心搭配嘅，唔同房間嘅風格都係搭配一致嘅，細節設計得非常之精美。一樓自己帶咗一個獨立嘅睡房同埋全衛 full bathroom， 屋企裏面如果有老人家嘅朋友，用起上嚟會非常之方便。廚房配備咗全新嘅廚具、大馬力嘅方太抽油煙機、升級咗嘅酒櫃。衛生間嘅裝修，屋主亦都係花咗好多嘅心思，從瓷磚到潔具再到櫥櫃，都創咗時尚嘅風格。20幾年嘅屋住入去，基本上新屋嘅一個感覺。成個廚房同衛生間都係豪宅嘅配備。呢間獨立屋嘅地下室完全係有獨立嘅出入，洗衣房同埋 legal suite 有道門係完全隔開晒，私隱非常之好。呢個地下室基本上有1/3係喺地下，本身係有好嘅窗戶引入好嘅陽光，所以採光係都非常之唔錯。水電暖氣嘅配套設備都非常之好，水管係銅管，漏水嘅機會率低，保費亦都會相對低。全屋有地熱，包括地下室，所以成個冬天都會住得非常之舒服。如果屋企裏面有小朋友嘅家庭，呢屋仲有一個非常之好嘅地方，就係學區號。離開 David Thompson Secondary， 直線距離只不過係550米。呢個係溫哥華非常之知名嘅中學，好多家長都係慕名而嚟嘅。咁多嘅優點，價格又咁親民嘅獨立屋，其實真係唔多。想了解更加多嘅細節，淨係討論區話俾我哋聽啦。視頻係睇完啦，大家如果感興趣嘅話，淨係討論區話我聽。